小要来看到民国87年，台湾发生一届真严重的肠仔病毒疫情，引起78个囡仔无命。专家鉴定了，发觉讲，迄当时的疫情上主要就是肠仔病毒 EV71型。这款肠仔病毒上较严重会引起并发症。这几年嘛有一寡严重病例案例。经过20年的研究了后，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研发台湾头一支肠仔病毒的疫苗，即嘛已经进行到第3期人体临床试验的阶段。 上紧明年就会当上市。连续发烧3天以上，骹手和喙有出现这个定点起红大。伫当年的4月到9月，就是这个肠仔病毒流行的季节，安尼互家长真烦恼。不过即马伫个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研发肠仔病毒 EV71型的这个疫苗，已经进入到第3期人体载床的试验，希望伫个明年就会当上市。整个来讲，EV71造成的小孩的症状比较严重，大家的目标都EV71。研究发现讲，EV71型的肠仔病毒真会去携带着严重的并发症生腮火，会来损害这个脑中心，造成脑炎、心脏缩起来，还有气管水的现象。因为这个病毒会对咱这个体内细胞的受体入去细胞内底，来互人感染着肠仔病毒。不过，若是有来注这个疫苗，体内就会产生抗体，安尼会当来炸断病毒甲细胞伊结合的路线，来达到预防的效果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2017年轻症的这个感染个案有58例，重症的有2例。若到2018年轻症的来到105例，重症的嘛增加到8例。今年累积到6月25，轻症的已经有105例。若敢若亲像重症的有6例，确定是重症的嘛有7例。国卫院从这个1999年开始研发，经过20年的打拼，台湾第1支肠仔病毒的疫苗都已经要出来啊。 就是台湾最先发现这个决定位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定义说什么叫做 EV71的抗原。那有这个抗原之后呢，你才可以进而发展它的整个检测以及定量方法。若讲这个疫苗的防护率到底有偌悬，目前还佫伫个研究。国卫院嘛继续来协助国内的这个疫苗厂来生产，希望会当加速互这个肠仔病毒 EV71型的疫苗较早来上市，通来保障咱囡仔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